你前几工去问神的时阵，妈阁毋去讲啥？迄毋是假名的毋对啦，叫伊心哦，莫有挂碍啊。既然妈安尼讲，嘉平这个囡仔嘛乖乖啊，而且过年的时阵，伊嘛拢包红妈呢。看这件代志就煞煞去啦，安尼咱甲伊和解啦，吼。无啦，姐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大家去讨论啦，吼，先食饭。阿玲前几工嘛有甲我讲，伊讲妈在生的时阵，讲伊的后事吼简单办就好，台北的师傅我看莫请啦，那算算的嘛要加开10几万呢。啊，我安尼做是为着妈好，敢有啥毋对心？大家咧讨论啦，你使啥物性地？我甲妈甲请伊送出去，是有倒位毋对啊？在生食细腻哦，看呀，即马替妈拜第一样啦。啊，讲迄什么话啦？